OK，3、2、1，Go shoot！今日我哋喺 Roblox 上面玩呢個包算陀螺啊。OK，咁樣我哋一嚟就嚟個抽包先咯，買嚟啦！抽包。OK，大把咩圖？話有鳳凰機會580媽媽 HN 族。OK。OK 480 GB。OK，等陣轉翻做中文先啦，不如好嘛？轉翻做中文。GN 族。OK。skip 晒佢咁樣。哇！又成日都重複，再嚟再抽啊！係喎，我哋可以試下抽其他嘢喎。哇！鳳凰 F 族。OK。睇下先。字訂。想試下用爆印啊！試下用爆印，之後爆印配。OK，等陣諗到嘢啦，用神像360。OK，神像。OK。之後神像用咩族啊？睇下有冇 FB 族。B 族都得嘅。睇下鳳凰先。換一換鳳凰個固鎖先，鳳凰我覺得配睇下先。OK，咁樣配，不如配160咯，好嘛？160加有冇 FF 族？如果冇 FF 呢，就用住 F 族先。F 族，yes。咁就睇下呢3隻咯。呢隻唔係神像咩？等陣乜鬼啊？神像360咯，係啊，咁咪啱咯。OK，我哋攞去打啦，Go！同呢條友打，3、2、1，嚟啦！神像鳳凰 ，OK，神像騎士堡壘啊！如果現實呢，蛋黑都係贏騎士堡壘嘅。Go shoot！哇，2隻持久啊！哇，鳳凰都有，唔係，蛋撻都上 high dash， 唔係啊嘛，極限衝擊。極限衝擊。OK，第2鋪。鳳凰雞翼打蒼龍騎士，係。3、2、1 Go shoot！ OK。1分 spin finish。
金鋪神像好似有少少機喎，我驚神像贏啫。Let's battle！一嘢上，Extreme Fitness 3分，一嘢打去3分區，有料有料。贏咗！我整咗個 MK 造型啊，認唔認啊？OK，睇下有冇得抽鯊魚先。我想抽時鐘啊，鯊魚好似冇乜好嘢喎。睇下第二啲先，呢個好似有女武神。銀狼、女武神、綠巨人，好啊！試下抽先，抽一個。鯊魚、綠巨人啊，抽到有160有得用，再嚟抽到爆嘅或者鯊魚都好啊！有鯊魚我就一定用鯊魚噶啦，講真。又係呢隻，喂，唔係有得抽鯊魚咩？攞隻鯊魚過嚟好啊！我想要鯊魚、銀狼、女武神、綠巨人都 OK。睇下先。唔係嗰隻好似好似好渣咁喎，黐線！有冇人打啊？應該嗰條友長期企喺度嘅，唔知點解。話嗰條友長期企喺度。OK，第7呢啊！有冇人想同我打啊？有冇人要單挑？搵人過嚟單挑喂！終於有個人同我打，1、2、3啊！就咁啊！喂，快喎師兄，我揀好咗，嚟，我未驚過啊！佢咪直接起咗拳啊嘛？喂，鯊魚啊！今次我驚鯊魚會贏喎。3、2、1， Go shoot！ OK， 快！唔好俾鯊魚整，唔好俾鯊魚打爆啊 ！No！ 鯊魚有料。講起鯊魚，如果你哋想睇真人嘅鯊魚，去我頻道嘅片，我睇我 unbox 我全新嘅鯊魚，好唔好？多謝大家。上個 high 先，鳳凰打銀狼，正常係鳳凰贏嘅，我實測過。銀狼唔掂啊！Burst finish 打散咗。睇下佢出咩先，唔好係女武神。咁都好啊！黑龍馬我係 Let's battle Go！ 一嘢，哇！兜佢，喂！一嘢上個 high dash， 爆佢！我想試下打爆佢嘅陀螺。我跌咗去邊啊？點解我喺度嘅？OK， 激烈戰況啊！哇！打散咗。所以呢，而家防守型呢，騎士堡壘嗰啲好少人用，都係用持久彈卡嗰啲時鐘啊。但時鐘容易爆咯，講真。嚟啊！OK， 如果你哋鍾意今日呢條片，請 like and subscribe。
咁今日就差。